喺黃善河同你睇天氣，副熱帶高壓脊繼續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。本港今日大致天晴，朝早各區最低氣溫介乎24至到28度，下晝天氣極端酷熱，多區氣溫升到35度或以上，上水更加升到37度。熱帶氣旋紅霞將會喺週末靠近廣東東部沿岸，本港有驟雨同埋雷暴，風勢增強，海有湧浪。轉睇下，截至下晝5點鐘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介乎28.1至到33.7度，依家嘅氣溫係32度，相對濕度60%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跟住有請天氣家族出場。Hey！ Oh！ 預測漸轉多雲，聽日最低氣溫大約27度，日頭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、深圳雷暴，廈門落雨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多雲，杭州天晴，南京多雲，武漢多雲，天津、北京雷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落雨，大阪明朗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天晴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大風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多雲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驟雨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明朗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聽講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